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各种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来讲历史的话，讲迄个两角走五线啊，做角五；讲迄个两结过山啊，做看破。各种这几句你定定咧讲，已经臭走去啊，讲句啊新的啦。来讲一个起头的。哦，真足听哦！头一句咱来讲阿嬷生祖囝国情这句我知，你着爱从电视边甲你做伙咧看解文说理，咱的囝日时势直接讲好听。台语家庭内底咧教较要紧，咱知影家庭内底的称呼，阿嬷的祖囝咱咧叫啥？认真甲想，对呢？阿嬷的祖囝，咱就是爱叫阿姑啊。所以阿嬷若生一个祖囝，咱来叫莫怪啦。这句就起来话就是咧答讲迄个物件唔通搁食，生菇啊啦。阿嬷生祖囝，做生菇。起头的就起来话，搁来第二句。阿伯爬山，这句人讲笑话啦。现代加减有咧流行，不过事实讲，只有米饲百样人，也无得较讲会通啦。到底会通未通？各种你唔得小说明一下。阿伯爬山，本地是要互答一句讲边仔喘啦。不过各种咧头壳摇咧。我看咱今日来甲改良，明仔载唔通讲阿伯爬山，你连讲出去你着爱甲人讲。我讲一句历史来话，互你答，讲各种爬山边仔喘。因为各种体力歹哩，即马社会真侪阿伯比较少年纪较勇咧。你讲伊爬山无通着伊甲边仔喘咧，拢行头前咧带路咧。所以一般普遍人咧讲，历史来话是讲阿伯爬山，意思讲无你的代志，你去边仔喘啦。毋过即马社会已经无相共咯。共款过来第三句来讲起头的历史来话，即句刁工讲的特别偏的，照我所在五六天广告内底定定咧讲的，即句讲我说阿兄。伫楼顶是安怎讲特别偏硬度上的五六天广告雕工去写的，所以毋知影讲阿兄伫咧楼顶要互咱要一句成语，而且即句成语佮对北京语对华语扣过来。阿兄若以现代流行社会咧讲，就是高嘛，对无？阿兄伫咧楼顶的时阵，楼顶甲楼骹相对比，楼骹就是下，若楼顶就是倒位，楼顶就是上啦，所以。五六天雕工讲热的，讲阿兄伫楼顶，互你接一句成语，高在上，姿势极真悬。咱伫咧路人相拄，搁正我咧看，你公司台语台节目袂歹，搁正咧面角活对边仔去，姿势极较高在上。袂啦，我袂安尼啦，专门招你讲历史来话，招你研究，讲笑亏啦。